大家好呀，我哋係 JJM，今日就帶大家一齊行下沙田源禾路花市，感受下新年嘅熱鬧氣氛。買咗花，你哋通常鍾意擺邊度呀？呢條片同大家講下啲風水小貼士，抬到2026年，屋企邊個方位最啱放植物？等我哋同大家分享下。今年花市乾貨攤位唔算多，主要都係食品、風車、玩具同埋一啲中學生嘅小攤檔。呢檔一株蘭花50蚊一盤，大家覺得呢個價錢抵唔抵？唔知大家有冇習慣跟住流年風水去擺裝飾品呢？呢張圖片係蘇文峰師傅嘅2026年家居風水佈局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參考下。圖片中間就係中宮，即係屋企正中間嘅位置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讀緊書，今年可以考慮將蓮花放喺文昌位東北方，對學業同事業都有幫助。另一個位置就係東南方，擺花有利姻緣、結婚或者添丁。大家對家居風水有冇啲有趣睇法？可以喺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下。近年花市最受歡迎嘅一定係蘭花啦，尤其蝴蝶蘭，價錢好親民，幾十蚊就可以帶返屋企。蘭花最大嘅賣點就係開花期長，可以開幾星期甚至幾個月，過完新年仲可以繼續欣賞，真係性價比爆燈，而且外觀多變，每一棵都有特色，花色多到你眼花繚亂，白色高貴，粉紅浪漫，紫色典雅，黃色喜慶。咁你哋又中意邊種顏色嘅蝴蝶蘭呢？大家一齊嚟欣賞下啲咁靚嘅蘭花先。不過花市梗係唔止得蘭花啦，仲有百合、銀柳、劍蘭、水仙、桃花，款式多到你眼花繚亂。每一種花都有自己嘅特色，百合香氣清新，銀柳同劍蘭寓意步步高升，水仙清雅脫俗，桃花催旺人緣。至於我買蓮花，通常點揀呢？第一個重點就係希望啲花喺年30晚或者年初一先開，咁就真係花開富貴，好意頭。今年天氣已經回暖咗，所以我會特登揀啲完全未開花嘅，希望等多幾日到新年先一齊盛放，花開富貴。顏色方面，我就最鍾意紅色同黃色，睇落去喜氣洋洋，成個屋企都熱鬧晒。仲有百合，香味好清新，令我成個新年假期都放鬆心情。咁你哋呢？買花有冇特別偏好？係鍾意桃花、牡丹，定係覺得蘭花更高雅？快啲留言同我哋分享下啦！希望大家新一年花開富貴，心想事成。記得讚好影片同訂閱頻道。下一條片再見。